喂，佢哋一部 live 哦，但我 live 是在这里啊，shit 的啦，我知道，其实但我是 live 上面当game，啷看有哦 YouTube，等下我 pass 到，我 pass 到。YouTube 哦 OK，Facebook 有 ，YouTube 哦， YouTube 看掉啊，有啊，有哦，我看有 YouTube 啊。YouTube 有，有啊有啊，OK，然後搶過，有了。搶過啫，特別伊無咩好事啫，OK 啦，咱搶過，來，1、2、3。係啊，各位聽眾，個個在環境都在收聽邊，然後嘅節目，今日做節目真正順利喎。你可咪再，แล้ว個位等陣我比較少。哎呦，死啊啦！個被放炮，個被布朗塞，就係未記啊！哇，攞電啊，布朗塞！OK，歡迎大家嚟個呢禮拜歡迎學見啊！未先正錄音，我當然是要 practice 或者先正錄音。OK，有啊，即係 the jerk，到底YouTube 會講有 YouTube 啊！感謝，恭喜發財！即係布朗塞個人家冇 copyright 嘛？嗬？冇啦，伊吹到就好了啦，講是伊上嘅嘛 ，standard 嘅嘛。可能吹掉少個啦，事實上未使，哇！俾隻 YouTube ban 先正去。哇！monetize，哎呦死！我覺得冇呢個 guilty 冇做佢哋，唔要緊係咩咩禮拜做啊！即係禮拜要介紹我大伯嘉賓先，我講兔隻股啊，單打龍數冇啦，講笑。我大伯嘉賓呢是做啦，我大伯嘉賓是阿達，歡迎阿達。Hello， 個林文阿子定面你林文阿子，แล้ว個我這邊邊第三話呢要新一條嘅，就是九三字啦，歡迎九三字。Hello，感謝啊！這個禮拜咧就歡喜有人嚟參加我嘅特別嘅我嘅節目做特別嘉賓，然後咁咪過去 Clubhouse 學 Clubhouse 入邊有裝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南西歡迎。Hello， 大家好。個有冇啊？個有冇咯？但我走去啊，你咪清，然後個一啲人家都攏看到我縮起來，我咪讀啦，同我讀起，我同我穿咧，我同你講我嘅卡手，我嘅只錄音櫃啊，我就是無線嘅，特別為咗浪表緊啊。OK，咱個嚟犧牲，咱個叫生命。你看咯，人就是講聽到我卡手刀，就是講人賺一刀紅包呀，所以人今年就真只紅包賺嘅。誒，睇啉水就我這就是水啊，這是牛雜哦，個人講牛雜，這是我比較讀咩機啊？紅炸子係啊，空熱，這是空熱牛雜，牛雜意思到這邊嘅咩？轟炸嘅，แล้วก็睇มี有講一話仔，興法嚟咩講嘅啊？แล้ว個有大家 OK， 即係呢禮拜話題呢，要講嘅就是要講布朗，唔是布朗西，是布朗西。我要講嘅話題是要講係你真正貴 ，because 我感覺就當今後，咱國早嘅啦，我就想到講真正貴，就想到你。貴那行咯，貴咖啡啦，貴芒格啦，有當時有迄個貴布魯當時啦嚇，แล้ว個咪個咪人講人即係當然貴 tradition 土豆粿餅嚇，土豆餅。最行嘅啥 jelly 你看你拍大了嘅叫做行嘢個嚟。伊啥 jelly 可能特別。伊拍大，所以伊會大漢個粿啊，叫做漢粿啊。椒漢粿。哦，我知。哎呀，唔知叫做椒漢粿啊。嚇！伊椒，伊成個椒膏啦，你是唔是白白呢？冇啊，成個白白呢啊，特別伊成個 jelly 特別個。伊圓圓呢啊？定啊，對。
招花，先叫做招花。哦，我實在都講唔佢到真正 traditional 就久無看到了誒。搞啥係你我係啊，我想袂到是安怎咯。等陣我去教我係你我係教冇事話。OK，我哋搞冇啥。去教冇事話去教嚟。啊，OK 啦，上起嚟，我未必都覺得學到先呢，學到唔是學到先，學到舊嘅鬼未記起嚟鬼個。鬼人講嘅就是特別佢哋鬼人行嘛，鬼夾背咁嘅了善，特別我今日就當只是善款啦，咱咪嚟邊隻歌仔。嗰時即係雀花，招花係個招花，即係是快掉即係。我係錄 full screen 嘅。jelly 嚇你嗬。嗱，你看大地裏邊咧，你係嗰個 blur background，你雀花，看別掉啊，看別掉啊，看別掉。雀花，上見了。你唔是 blur，你後尾 blur background，所以就咩係你對呀，你辛苦就俾起來了冇？你係到你先掛頭整，先掛頭嚇，先掛頭整啦，夾辛苦其他關，辛苦唔是擼，唔是赤。你特別到啲你頭誒，你邊你看到了。冇啦，我一個冇我翕小影，我去看我有 send 一個 link。OK，雀花啊，潤嘅好食。真甜嘅之類。對。嗱，即招花嚇。對。唔知招花是招花。什麼是招？什麼招過嘅招？愛放生度嘅。伊真正，伊就是免放生度嘛，伊是伊做成個 jelly 就伊拍甲伊打了嘅。唔知伊是甜是酸嘅嚇？甜真呀甜，我是聽酸嘅先食餅，酸嘅先食餅。我想咖喱餅嘛，酸嘛。咖喱餅。我唔捌看過，事實我真係唔捌看過。唔捌聽過，這是我頂擺我自個保有做啊。伊規身食無人曉做啊。所以好本人咱當然講起。Adrian 家唔是，我想 Adrian 抓。我想是迄個小金魚，無啊對。雀花是雀嚇？我袂記安怎 pronounce 了。雀花，把啲嘛，雀花是雀花，雀頭嘅雀。啊，少少，我不是拉沙沙是雀。一定嘛，雀花。哎呦，我笑起啊我咪是好叫，我係皮啊，全部掉你看你 texture 嘅。哦，一下轉 QQ 轉 QQ 呢？對，一下這裡特別 QQ 嘅。有免係成都嘅，免係成都。伊就是頂到嘅gummy bear 啦，一下gummy bear 呢 texture 嚇，texture gummy bear 啦，doctor 係gummy bear，我講聽 gummy bear 加潤加伊加 Q， 加無伊個即個應價，即 gummy bear 加潤，嚇，對，gummy bear 加潤，是。但我半包雲吞咧，嗬，就係嗬，因為我個被我叫我被搏我包咩？我包你個破，我直頭搏我皮坑嘅，直頭搏我腿短喎，唉，攞毛而家特見，然後 OK，然後咪講我是被搏係咪？我有想到我被搏之類，嚇，乜嗰隻。哇！等於是我皮康頭，我避袂掉，我梗驚我掉 Covid 呢，我真唔是。頭家 baby，OK 來就話，而家台灣人講講到誒是迄個，但係啲 clubhouse 有人講人知啥物哦就話，就嗱無啊，阿咪又唔知你笑呢？我會記淡薄，特別因為我厝有薄，我厝有迄個白頭嘅做之類。冇嚇，有一個模嘅去做嘅，要做。嚇，你有人看咧，有咧是做到啲 tray 魚，你樣嘢係咧，zigzag 誒，像個機咁嘅，假如
多啊，刮落去啊，伊一隻 QQ 然後安尼一支安尼咯。是咯，嚇，我厝即個湖嘅毛會薄，厝邊本咯。啊，隻股唔捌咯，菊花 jelly，OK，crystal。哦，即個 Adrian 車我知，係你頂到啊，你就100來過講 share 過係咧，一撮過，唔是一撮過邊係咧，唔是一撮講係咧係咪Penang Peranakan 嘅Nyonya Association 咧啊，你會記哦，你諗做係咧。Adrian 車，但你 Adrian 車做你 music video Adrian 車啊，對，未改名咧識 ，OK， 一看到會看一遍。真係 sorry， 講過的。是我是 Google 看找到嘅。Adrian 車係我會記嘅名。那 Adrian 車，對，哇，真係感謝你 Adrian，名乜嘢啊？媽咪應該叫咩？冇超爸 B 叫超爸 B 嗬？是咩？唔是，超爸 B 是另外一間。另外一間是叫超爸 B 啊？伊是名咩？我一撮咗一人來迄一嗱，伊對，名咩啊？名，我頂到隻股就對。你紅香小白起，紅香小白起名，係花名係咩啊？只人小對，嚇？是食食我看過本食食。有啦，樣嘢，但我啲來過，不然那間嘅 episode 是啊。阿龍係咩嘛？未見人吹我當特別人吹我特別都對聽嘅。試咗做我當佢嘛，就係咪啊？有 CD 啊，就係咪嘅做未掉數啊？我本身會做可能係咧地人啊，感謝大家地人，我特別講者嚟，你所啦無事有冇好講者，我前線感謝人boy 到啲德國嘅 boy 感謝你地人，我本點寫小裏面。不到個寫過，不到我播感謝咯，就對一個有馬路個擺清馬路個寄來感謝咯，係第一個VKS 感謝咯，第二門到啲大成個啦，但男仔你講咩特別出嘅事？係咪特別出事？冇 ，OK 我知啊，你會人會支持邊啲學健學紅包？你會使，你講未看，講會使下一了嘛？唔是下咗啦，你干下一個月呢？你干下一個月大成個咁貴，你肯放啲到頂位？我你 pre 了，你放啲，你我人 cashier 搞得冇少一個 stand up 你看呢？你想貴少下到啲講呢？貴少下啲講呢？你叫我做一個，了解。print 出來做一個 stand，你print 出來，你下掉嘅你講呢？人看咧，我看一頭 scan 乜嘢啊嘛？對，แล้วลองไอ้ใส่ขี้จะเลยวุ้น coffee ไม่ใส่ coffee ไม่ใส่ห่อเขาเป็น PayPal อ่ะสามีไม่ใส่ห่อแล้วก็Venmo ไม่ใส่咁時候就啲ก่อนหลังแล้วก็ตัวที่ Wise International ไม่ใส่ห่อ咁時啊ลองไอ้ใส่ขี้จะเลยบางอย่าง啦ฮะ就是ขี้ลองขี้เป็นได้學嘅บางอย่าง有正手邊佢就只以 call support BGHK 度睇看一邊正手一邊完全袂記誒，提供袂數咩啊？袂啊，你可以唔要緊，讓哎喲，即正確啲即 support BGH 嘅第一隻對佢嘅嚟俾出，感謝大家支持，尤其是新正史，你我差唔多會好誒，係 renew 誒，即係而家乜緊，感謝大家。嚟講到對新正貴，但係我講到招花咯 ，traditional 個，但係我講貴啦，韓國嘅別，會講。但係講到啲古嘅貴邦機，我感覺係啲歹做嘅。安尼坐過入面，我感覺貴邦機是啲歹做。咪唔是歹，伊 already 已經真係工了，特別你要做好食，嗰是另外。咱講看，你感覺安怎嘅貴邦機嗰是好食嘅？你 describe 嚇，你下落喙，你用你擠拍一下了伊就會酸，伊就唔哈，伊 dissolve 去搖去嘅了，就對，伊個個嚟上單嘅香咔你擦嚇，但伊鹽條是個未講啥生其實咩？你係點吹？未酸嚇。啲好食。愛減肥人，佢是做未成嘅，講你要做到你地步呢？你是被教疼呢個人嚟看呢？是啊，是疼啊！
唔係，我是聽講啲檳榔，伊是用這叫做露露粉啊。哦，露露對對，阿露露，羅羅粉啊，露羅羅粉，露啊露羅羅粉，叫做露阿露露，露一個阿粉啊。露露，啊露露，because 伊個粉呢是 from 啊古嘅時是 Chestnut 喲。import from Indonesia 嘅一個粉。啊，哦， Actually，所以真濟人用大豆粉袂香嘅。伊是一個飄來，啊露露是一個會飄，係，我慢慢講阿露露，我未聽過。啊會飄來。伊是係咪咪粉嚟？ chestnut powder 還是係咪啊 Actually，我聽我本唔捌除掉這個粉，伊人 last time 是講蛇肉粉，哦，蛇肉粉啊，無就是若是講有一個伊人是講沙果沙果啊。蛇肉，แล้ว啊無就是伊人是講 arrowroot。哦 ，arrowroot 啊，對，就是arrowroot 是。arrowroot 是我叫粉葛啦，講好話是叫粉葛。福建話叫咩 ？arrowroot 係咪福建話？唔知喎。粉葛啦 arrowroot。誒，特別我係嘛，特別是講嘅咯係，特別 OK，所以伊是其實係咩嚟？伊是米切係咩嚟？咱平時用 A kind of starch 嚟 actually 是。特別咱用嘅是阿露露，阿露露，我特別聽我嘛講阿露露粉嘅。阿露粉滷做佢萬幾嘅阿露粉。我冇盤啊未啊？10點啊！睇下只人講用大豆粉無香嘅。大豆粉嘅啊，塔比歐加對，塔比歐加。塔比歐加是啊 arrowroot， 潮州啊，木薯啊，塔比歐加是 arrowroot 啊。潮粉是塔比歐加，塔比歐加。OK，咱我哋啲顯啊，咱話講一行啊，啲顯啊，但佢萬幾，咱當劍，咱夾下面嚟做就是冇啦，阿露露粉。無阿露露粉嚟講 ，normally 較濟伊人是用啊。大豆粉 cornstarch 了，啊 cornstarch 也是大豆粉有咯，so that's why 馬路嘅啊伊人嘅 texture 呢是，你食落去是 crunchy 嘅，切切，啊一定伊唔是講你會 melt in the mouth， melt 到你嘅嘴邊。對，小灣咗爬灣嘛，我個鼻喎，起來啊，即係。我把你除掉哦 ，box red meal 有賣 arrowroot powder 啊，49塊1 kilo 啊，食死人。arrowroot 花是只貴吧，比貴。Last time 嘅時我買1 kilo 是 about。冇啊，454 gram 呀，1 pound 啊，49塊。arrowroot 我買1 kilo last time 較濟，較早是 about 9塊。1 kilo 啦 ，last time 6、7年前嘅事啦，我用，我做。呢度係吹？我去我 local 嘅啊 bakery，有做下咧 bakery，有 supply 下咧嘅 baking ingredient 下咧咯。我做一波啦，我是做一波啦，特別是講邊咧我都唔係。古靈芝，這兩條條槍啫。古靈芝即係喎。古靈芝有 super chat， 做得咯喎。嗱，之前有 super chat 喺 YouTube 喎。冇唔是 coffee，感謝古靈芝，感謝耶！但我出來，我就是按照我聽到本來好見嘅槍嘅聲，哦對，所以那時候人要槍嚟講，哇，人講打第一打字，是一直槍出嚟槍啊！感謝古靈芝，免先正歌咧，這個槍較好聽。哈，這個較好聽嘅，感謝古靈芝，感謝。OK，來啊 arrowroot flour 對 arrowroot flour，你當金冷寶啦，變咗用大豆粉。誒，阿龍嚟啊，阿龍歡迎阿龍。我梗係困了。誒，阿龍你成日 robot 咧。隔了人單路啊，隔咩困啊？等我做面，我是第三我講單意無常時。唔是你嘅話題是隔了話題。冇啦，買嚟款咧。梗係河邊啊！幾啲古嘅咧，即係日本啊，媽咪搬起來。係呐，就是哦。伊唔就單路啦。日本子。係呐，日本媽媽冇得叫。日本媽媽 block。有個即係咩？LLY Happy 2025 Greetings from Sydney 喎，hello LLY from Sydney。
對，所以當今阿魯魯無啊，是無攤賣啊，啥物？我無吹到，迄日我去迄個我就講條茶誒，我媽就結婚去茶店誒，迄日我去，我吹無迄日我去迄個名蝦米，迄個立大迄個立產啊，迄邊有一間賣迄個即個賣緊 ingredients 啊，名蝦米去啊，迄個。大家落去啊！頂到我過去啊，我講啲，我坐落去啊。伊無阿魯魯好呢？伊無阿魯都吹無。有去問啦。我有去吹，我無問，我無問，然後去吹。我last year December 嘅時我去 last trip 嘅時我去看有無？名啊！阿魯，你攞嚟賣係咩？我賣我是。闽南地出名啦，賣咧北京嘅物件了喂。我嘅想啊，一頭未記起啊，一個老一回啊，一頭未記。我覺得古早啲 street ski 裏邊有一間嘅咗，伊是賣北京名文嘅，啲 street ski 裏邊嘅。但係我唔知有賣即個款咯。我唔知，street ski 裏邊特別有，伊特別伊唔是種嘅啥菜頭媽嘅，伊是一種家人北京嘅。哦，北京 supply 咧嚇，喺度店嚇。誒，你按照你先呢，想要電就電了咯，感覺到。電。我變得係嘛？我成特別我成是電腦嘅成個是即係。你是唔是睇條變成嘅？我冇睇到。你用 special mic 係咩？唔是即係咯，新麥總是用嘅咯。你用諾基咪？誒，呢個 super chat， 哎呀，南西個感謝，我再來，南西 super chat，我就成日聽到喺你燈。感謝南西講英話仔，敵人，感謝。容易發藝。嚇，我哋 baking store 是咩 SIM SIM。哦，SIM company， OK，容易話嘢，容易話嘢。阿朱應該做啲新加坡事，防止一些哈。容易話嘢。但係你特別短嘅時，係你 music flow 嘅時係咪係叫？對。rap 咩？แล้วโอเค嚟感謝南西 super chat แล้วก็等我諗咖啡 OK 露露 so 當金人做啦那是講你買掉佢 arrowroot 阿龍都在 arrowroot 上面哦啊嘛普吉 arrowroot 哎呀沙拉米，感謝哇爽啊！你講緊係攤路嘅過來的事，我以為做啊老大咁樣跌跌人啊！哇！我佢中意做未耍啊！咋？唔要緊，阿妹我好嘅，攤興，睇睇興為一年嘅 reception 啊 ，Ecam Live，我阿龍 arrowroot 啊，哪菇啊？是叫哪菇？對。哦，牙菇，我笑未出得嘛？伊拉叫嚟煎嘅嘛，都別記啊。last I think。是牙菇啊？伊拉叫嚟做 chips 牙菇嘅。牙菇是唔是？牙菇。係你是一粒你都石卜卜嘅去煎呢。聽咪有講你人哋講到底上地位唄？哦，佢牙菇餅啊！我較屬夾一種嘅咯，我唔愛食呢種餅，我較屬。你是講牙菇餅，還是係咩？牙菇啦，還是伊粉阿魯魯粉是牙菇做嘅 flour 嚟。嚇，是咩？是咩嘛？即係聽咪我講嘅面嘛，Auntie say arrowroot can buy 合仔。咩叫合仔？叫我啦，福建話唔是叫合仔啦，福建話叫做合仔。合仔對。合仔arrowroot 係花嗰時伊係一粒牙菇。伊花貨白貴白幾？伊花呢啦 ，because 我正教小攤杯啦，伊款啦。貨貴白。我冇朋友啲合仔哦，我叫伊杯哦。我叫咩叫合仔？特別我有陣時捌買過，我怡保啦，我捌買過 arrowroot flour 啦 last time。冇奇怪啊，怡保啦，冇奇怪啦。牙菇，牙菇 ，OK。特別我講我隨看 arrowroot 是
我吹特別 arrowroot，我會記是反角喎，人教我講 arrowroot 是咯，是反角。我看我 Google 伊是 show 啥反角啊？你反角看是係咪人都寫了以後寫哦？他们寫了是分角，分角啊格，分格啊，我來寫下等陣子。而家嚟灌我寫我寫到嘅 chat 哦，灌湯嘅灌湯嘅嗬。啊，等啊，嗯講好人嘅嚟啊，我你零牛寬咧乜嘢？零牛牛唔歡是寬啊零牛是，你能夠煮古仔喂買就係個煮好果啦，對咯，唔又係煮蓮藕反角咯，又做蓮藕粉角湯啦，零牛寬係做果嘅咯，啊，做特別唔我都講做樣嘅果就做呢啲果。伊成個問光可能，特別伊個大地，伊個大地，伊個伊個問光可能，個長嘅，個長嘅，啊，即係咯，啊反角咯，即係是叫反角 arrowroot。哦，我而家煮湯嘅，我唔係煮湯啊，我嚟煮湯。 Looking 成個胡詞嘅，你記記你聽嘅。OK，我吹跟他吹 arrowroot 咧是一部像嚇，你看，還是像誒。無咧有潮煮嘅，特別牙菇我別，你係等我拍牙菇，等我去 copy 啫，我個表拍。我先 computer 冇咧 input method，我表拍啊。誒，我等陣我吹牙菇。嚇！牙菇是哦，是牙菇是一粒誒，所以我講我 arrowroot 是長長一條一條嘅，就用。啊 arrowroot 就是即個就是長長一條嘅。是啦，嗱，伊上加，啊，但我叫我無名咩？特緊。arrowroot，特別我是講伊，because 伊嘅名是講阿羅羅粉是伊嘅 brand，伊嘅票嚟，伊嘅票，特別伊隻我唔知是伊是係咪伊是有 arrowroot，還是沙果 flour。哦，maybe 是 mixture 嗬，嚇，maybe 是 mix 嚟，有可能是摻嘅款嗬。到上家啊，到上家伊人古早做過大啦嘛，你買下咧印尼嚟下咧綠豆粉，伊是你款一個長長嚟款咧，啊咧 green pea 啦，啊咧綠豆粉啊無相咧，伊人就是下咧就是一摻變了嘅嘛，所以都是買對嚟摻。當今未吹阿魯魯，按照 spell 下啊九三字，伊是 ALULU 還是 ALULU 咧，係阿魯魯啦。阿魯魯貴邦雞 Chinese，我看有。多一本菜，喂啊，妞妞 flavor 是菜咧嚇。啊，妞妞 flavor 是有寫，伊寫魯魯粉咯，安尼咧。冇講伊是叫做阿魯魯啦，人叫阿魯魯。啊，冇，基本上寫魯魯粉嘅。อันนี้ maybe 人用講用話講咧，伊講無對，我知我媽是叫阿魯魯嘅。So you can use arrowroot flour。A.K. 阿魯魯 flour，that means arrowroot flour 就是阿魯魯是咯，我細漢時叫有聽過阿魯魯嘅，白魯上班，細漢嘅時，咧隻阿魯魯邊啊，阿魯魯粉，特別唔知要插冇啦 ，that's the thing。伊是100% arrowroot。我就俾隨看咧阿魯魯 flour 嘅 packaging 就有。你除啊 ？OK，即係呢是講 Google 鬼吹冇。嚇對，拉扎拉吹，我諗捌 discuss 過嘅，即係呢是講啦，是講你無粉嚟講咧，你 you can replace with sago flour or tapioca flour，係按你講啦。But 露粉 give is the best texture 嚟講。特別有一個票叫做露露，特別唔知即唔知唔是嘅。啊，露露是伊 brand 伊票。特別伊 brand 是多少邊嚟？就是即個 brand 是露露，唔是阿露露啫。露露。攞即票，攞嘛 mix up，伊是正嘅票名是叫做阿露露，唔是叫露露。我是看到一個啦，係咪露露 from 露露 hypermarket？你知伊人 originally 佢本是倒落來嘅，結婚。印尼，我聽我是到人講是印尼 from Indonesia 嚟。你成日講佢人未？但係是喎，這是 Indonesia。即阿達，這唔是喎，是露露，冇上。我幫露露出來嚟開咗唔驚。我嗰隻隨時，嗰隻坐喺嗰邊地嚟開。嚟開嘅你講。哎呦 ，OK， 然後等我看嚇，我應該是指阿露露啊，是 arrowroot 嚟，伊福建嘅咩啊？係咩嘢？阿魯魯，應該你是 arrowroot 嘅
成個你講福建 arrowroot 變咗阿魯魯去，你不要睇哦。maybe 咯啊我可能唔是飄嚟，別個人隨呢邊都波。行喎，呢邊掉本，阿龍本贊成下阿龍。可能我贊成，我一嚟本是上意啊，特別你講是飄嘅苗，我冇做過，我。哦。但係我哋講嘅 arrow， 你講阿魯就是上面嘅。呢就是粉國嚟咯。OK，咁咪是 try 咯。可能。咁咪是 try 去夾下你arrowroot 嚟做看。啊，咁你 try 搞啥子 ？Actually，我知道你是用 arrowroot flour 嚟做嘅，特別呢，我感覺一陣呀生 ，because when 等我夾嘅時，呢度差唔多，你冇一破啊？哦，愛散了，散你參淡薄特別㗎，嚇。我搭咗㗎，because 我 already 攞3年，我冇做了，我 stop 我冇做了，because 我冇咁樣做。哦，等陣佢睇咪有個就講咩？誒，阿龍會講下。嗰時啲做掉後面物件嘅意思。你講做緊做，嗰時啲做掉後面物件。巨棒機。啦，喂，個就夠做啊！我同你講。哎呀，係你每呢個啦。你每呢個啦。我每路好時下面物件。巨棒機講依嚿巨棒機，我就等我短兒嗰時先至要做嘅，我就計夾啲嚟知係，依張夠做嘅。即係試下看咩 phone 都看咩。你用咩？阿龍你用電話是 computer？ 冇啊，我用電腦嘛。反正我成日未好事咩？特別我自己而家聽到知道水嘢啫。有時係 robot 啊，成 robot 啊。以前咧 maybe 都 restart 你 computer 確定 after that 嚇then 個有即個聽咪講，伊講伊會記是伊細漢嘅時，伊會紅點。對，差唔多係好了嘅時特別點。這是我嘅工嚟，點目睭啊嘛叫點目。以前有虎啊、貝啊，我就去點嚟點。啊，也冇是有 like 有 flora， 還是有 animals 嘅motif 嘅。有蠶我記。我只一蠶上邊胖啦，可能。我係點是布咧，有是布有花嘅梅花嘅。哦，是不，我暑假係花咯，就像唔知有隻花了。我在厝做，我暑假係貝啊真歹做嘅，因為伊攞地邊啊較薄，伊是身軀啊邊啊，伊會斷有陣時啊，你袂曉割出來，伊會像啊擠去嘅。點破？我有一個，我有位某是佢哋做啲啊。哦，佢暫時你加水。真係水。我係看到即係嗱，我係冇事安尼。誒，兩仔我對邊頂嘅事啊，我好似我對邊頂嘅事我看到咋，我看到有一間店有賣這物件咋。賣喺邊？即係冇，就是講即係冇即係椰薄古味個，用茶做嘅。少少古個。我時時去啲。我唔知都一籮咯，就是古更燈呢邊啊。我冇用過啦嚇，我只是買熟咧。買熟咧，我冇就做緊呢間佢都買熟。我特登你用這個嚟做咯，你看我後尾啲要。這個曉誒。你特別用唔嘅卡開出嚟啊嘛？一變形啊！你角度到頂。唔是，你別睇直頭，你用另外一支叉嚟吹出嚟。哦。阿妹要吹嘅咯嘢。係咪嘅？你一幫你別使直頭你翻嚟講，你我講嘅喎。冇一排，你就係你人做邊啊做鬼人啊，你一陣咧啲物件用幾十年嘅你就。阿總是用手啦，阿總是用你是阿妹用成牌嘢。成牌啊online，冇，我講聽我做，我特別做，我時間看做下我記，可能講成我，你夾伊個你粉嚇，阿露粉啊，你夾咧一陣，你夾你上咧特別老咧嚇，你剁，可以整個掉，有時你手咧拍淡薄，你特別個粉嘅嘛，你就夾你做好咧，伊都嚇。伊都真係好做嘅，唔知俾拍到咁歪。有時你個攪做完，你擠到起，你夾到幾個聲，靠佢名咯。你唔成日看到咩？篤就噗佢撈出嚟嘅啦喂。西本特別。有兩成都做，你做我看，你做我冇明白。我去夾我嘅事。啊，你夾事嚟啊，做我看，because 我冇明白。
你睇一個後尾個 blur background 啫，咧一個 narrow 就係咧就，一做事嗰陣咧，看到做咩咯？你看下看你對哪時就知啊，肯定是，你看一 background 個 blur 就啦，啊，兩對嘢。啊，我看你 OK，你俾另外我哎呀，你 maybe 你 blur background 嘅冚起好。因為依家我看到你面件是，佢哋呢邊清嘅，呢面件佢哋佢哋呢邊清嘅，呢邊水佢哋呢邊清嘅。啊，等陣แล้ว嚟看，呢個依個比較怕壞喎，所以佢哋人咧跌唔嘅啦，日跌。不依也要怕壞一邊。所以你之類嘛，你研究鬼後掉，你研究鬼後，แล้ว你是安尼看。哦，我唔係做過，一定講我本事係呢，我本事係呢。啊，你安尼看，你是咪不得意冇呀？對，安尼看，輕安尼看。誒，其實真夠做這物件，就金杯唔是真夠做嘅啊。金杯未變啊嘛，當劍。一般都冇用咯，應該冇做啦，結果。伊無做嘅物件，特別應該而家你看伊未變啊，咪online store 一大堆，伊未搞這種物件啦，都看好食嘅要死啊！所以咪你咪是徛啲路邊啊咯。喏，伊看伊特當伊小英翕咗出來，梗係死啦，死個要死。嗰時路邊啊。伊無用嘅，當然伊特做佢拗啊。誒，OK，所以當劍人 mix up 就 OK，等差唔多對嚟講。即是咱講啦，你攰忙嘅，咱講唔了嘅，咱講隻 recipe 就佢，伊 recipe 就勤開喎，伊就拍內。伊個 recipe 呢是你是愛用，我諗時間呀用內鹼嘅。哦，內鹼對內鹼嚇，袂使內白一定嚇，對內白。小膽啊！內清啊，內清。內鹼嘅內清是內鹼，用內鹼呀，你內鹼加糖，你攪伊，你攪伊，入面你 dissolve 嘅拍甲伊糖 dissolve。แล้วOK，before that 你愛做一個 preparation 嘅喎。茶嚟薰係茶，茶你either是茶，either 你夾去拍一頭 ，either 你用 oven 去 bake 伊。特別 oven 就比較細緻，我唔知道把炒去打過。啊對，你要下板蛋肉咯，你炒嘅時，when 你嘅板蛋肉，你感覺到伊成個咖喱啊，一切切啊，就是差唔多 represent that 你嘅薰 OK already 食啊。你炒嘅時，你頭炒嘅時是較重嘅，你拿炒你就只輕咯。特別伊薰會背個芝士嘅啦，你係走卡嘅咧，會先薰係打個食啊嘛嚇，所以就夾起來咯。你特別貴後呢 ，normally 我是安尼款，我炒貴後呢，我是要下 3 to 4 days 嚟做嘅，係嚟薰嚇。啊不，如果一你炒貴後一食啊貴後，薰是小成個行安尼款嘅，唔是行。我做安尼個，一個做行嘅款嘅，係，so 即係 OK，你做貴後 ，and then OK，when 你愛來 start 做嘅時，the 要緊嘅物件我有做過啦，啊我不做嘅時，你嘅散蛋。愛夾去煮粿掉，嚇，散蛋夾去，你夾去煮粿，你差唔多愛滾嘅時，你就冚開，你袂使可以滾啊！一滾嘅時，你散蛋就不炸，你不炸點樣？我所以啊，對，你就mix 你內鹼加糖咯，你做個一 dissolve 過後呢，然後你就下你散蛋落去咯，下散蛋落去。แล้ว就係鹽淡薄啦，我係淡薄嘅啦，like quarter teaspoon 啦鹽，所以你就摻你嘅薰落去咯。แล้ว你就攞伊咯。OK。特別你袂使做個伊成個 dough 你看你要做個伊成個散，like 袂使講伊 crumble 安尼。生安尼，你袂使做個成個一刀，唔係小膽般啊！你小膽一刀呢，若是講你要印落去，你冇一邊出來掉膜，呢度袂生咯。咁啊，老你講薄啊，你講薄是薄，但我睇你講成冇上我講咧。薄應該是薄咯，薄。對，你啱講對，所以我係嘛，出來人成日做嘅就，伊能拍伊內鹼加糖嗬。是拍個一滑嘅就，
滑。拍個一滑，特別唔是用釘刀，是用手拍，因為機咧 spring 嘅咧。你話你做過，特別當然冇啊，當然我釘刀我一樣做是樣是我掹出來有隻 stand mixer 啊，然後夾係 balloon 嘅 whisk 啊，你用 balloon 嘅 whisk 拍個一滑咧是你個嘅，你個一碰滑咧是你慢慢倒咧煮嘅散蛋落去。特別咧，拍個滑，成個隻啊，你 foam 咧，嚇對，對，然後你個倒，你唔是糖嘅咩？伊個散蛋是煮糖，唔糖就係你係到啲牛油啊，你是你倒伊煮嘅散蛋落去，慢慢 drizzle 進去伊個牛油味喎。即係我不應該是冷嘅散蛋啦，面是 dry 啦。你特別慢慢加 small stream 無你咪煮因為咪食起咯。係咯，就是對，你咪等你買安尼燒酸啊，酸安尼，袂使講燒安尼喺下落去咯。所以咪是夾上做 custard 咧 ，a bit 上啊，做 custard。a bit 上。OK，了 ，continue 啊，John。等陣。Unrelated to topic, but remember to drink lots of water. Oh, okay. 感謝，叫我連住 OK 啦。件好起來，叫你冚咩好起來。我你唔對 tumbler 不是紅色。啊，這是新正嘅。所以啊，這 Chinese New Year 嘅 Stanley。你是食舊俾物件人嘅時候。這是人好啊。對啦，你個仔。我感覺就伊特物件本是有食快 seasonal 嘅咯。是咯。伊幾套嘅咋？誒你嗰時特你無相咋？特你無相。講無啦，這相，這是人好啊誒，這是 present 嚟，我先知，哦 birthday present，birthday 是 birthday，我唔知舊年談咧。OK，佢幫記冇，แล้ว但係講對 OK，so แล้ว拍落去แล้ว嘅時，因為碗咧大煮碗咧，你度係到啲咧。到頂位，你就想開坑啦，慢慢倒你迄個。你迄個mixture 落去哦，然後你慢慢咧，你拖淡薄，袂使切上濟碗咧，拖，你講做個生啊，因為我馬上可能一個來念，一個來指，看伊個 form 做一條來講，伊就是好啊，伊指，所以伊是毋是就一分，伊就一分是 depending on 你煮內就濟，交個伊 form 嘅，伊無想講。混都未做濟，伊是阿格成啊。有一是靠伊個 ，because 我時你做是伊個，係叫咩 humidity 啊？對。Actually， 我成日我做啦，我對 recipe 做啦，特別有陣時我係混哦，成日我 recipe 我前是300 gram， 特別我冇用嘅料嘅，我係300 gram。我看伊若是講，我感覺伊 texture 我攞個伊差唔多 OK， แล้ว我就買下呢隻混啊，下我 stop 啊。這 topic 是真係叫做貴房雞 topic 咯。咁所以講這是舊嘅貴咯，嗱新嘅貴咧。但我講我就對貴房雞，即係濟人白路啊，講是貴房雞啊，補加唔是白色了嘅，佢定確確，哇好食咯，鹹咯，冇食，你是著頭貴房雞是安尼，貴房雞咧，你係到吹水一直頭搖落去吹嘅。是啊，見你是別咧。有誒，一年歹食誒，我甲你講，迄個歹食誒時，你係到吹啊誒時，伊一頭熟個了，你吹爛個了，打個了，你掉雞落去，貴房雞。掉雞個，你講巴刀就係出來白白，混出來，混袂掉啊，嗰用水搶落去啊。就是咯，我第見誒，so far 吹袂掉咯，貴房雞。我隨便對我關是食掉啦，未必你個做看咯。看看吹了。我唔捌做過，我愛做。這是你做的。特別我無磨，我無喺度磨。磨影嘅頭。你對嚟買啦，你對嚟。你特別磨係我係買是家用嗰啲股，我係買哎呀唔知有，但我成日對潮汕無，未必可能去嘅了，啊成日去啊。我比較是寫 season 過啊，一股嘅。伊成日伊炒了就。แล้ว伊個外口個了是伊個 corner 個了是而你成個 rounded corner 個了啊伊個
之類啊。哦，個叫人把路用 cookie cutter cut 出來叫做龜蚌結哦。白相咧，應該是白相咧。有人我知 this is another kind of method 做龜蚌結，就是伊人用cookie cutter 一款 chop。頂頭我冇看過，頂頭我冇看過啊，個早嘅事嘅，特別唔是用嗰啲薄，特別用怪，特別迄個成個苗冇咩貴。不 ，last time 呢個有幾若項款咧，有一個上個是上個沙西啊，那款用做就啲色，做一邊做成個你online 嘅邊咧，online 搭啊那款啊。But I think 那是講安尼款講起來啦，but I think 佢哋 maybe 是唔辣嘅內嘢安尼款做，不唔辣嘅內嘢online 邊是安尼款嘛，用佢哋冇嘛 ，maybe 教往邊咧邊嘅內嘢做嘅龜蚌結個無相淡薄啦。龜蚌結咧是而家可能啦，冇嚟少個有咯 ，because 是樣嘢，是樣嘢係貴啊，嚇。是啊，樣嘢貴啊。Actually 我是屬嘅，伊是樣嘢是啊 ，because 我的故事是係啊 ，because 你看別你哪隻龜啊，冇一個寫個龜蚌結咧。You know，是特別。我未諗過一個物件，伊差唔多成個龜蚌結，有時成一蕊花。特別依家特別唔是咯，我同你講啊，你就講龜蚌結啊，因為我真係愛食啊。你學等，我講表先，龜蚌結是白色啦，對面有一個紅點咩嘛？對。這是我愛食嘅，我安尼即新加坡裏邊，我第一愛食就是龜蚌結呢度，啲就好食。特別我買過，我啲邊咧我過做了，我也對去中國嘅點聲啦，迄個長山下梅人，因食啦講哦，甲即個往嘅後面邊上比賽嘅，以前講嗰陣，後面邊呢？你上未記啊？我未記吹嘅時候已經出嚟啦。後來我冇食過，特別我有看過呢。伊後面興嘅，係啊。我係叫一種啊，因為一種上個較長人嘅 style 那款嘅啦，因為是白色嘅，特別伊是成伊較長嘅啊，伊無上個人迄個龜蚌結安尼女安尼爬安尼游。伊是點在叫咩？哎呀，撲機嘛！哎呀，嗰陣見到，嗰個有人病。感謝，耶！感謝地安。我知你講嘅係你邊啊？伊是上家係你麥卡係你碌去麥考貝係你行人邊你看行人餅。上個你講我唔係食過，我一定我下每嘢當數用食啦，個啦講解係你唔係上比賽嘅。你唔是叫行人餅，係你往廣府人往這邊是叫係你炒米餅。伊米嗬，伊是係你米起去炒過後嗬，然後一堆，你小英啊嚇？我看到伊小英無，後面我特別伊形無和我相關嘅感覺咯。我感覺到咱人係個生嘅啫，人係是個定嘅啫。咱人是會使撳啲出去，咱撳了伊撳個伊搖去嘛。即種我看到伊小英，我感覺到伊未撳嘅啫。特別伊是白色本嚟嗬。伊是個炒米餅，炒米餅。你學我看伊牌子後，我舊邊，我去 search。劍墩嘅呢，對，個大地就劍墩，伊上個5撥嘅呢大粒嘅嚇。哦。伊係形狀嘅。對啊，形狀邊是未夾嘅，形狀邊是對夾嘛。伊個定嘅。對，伊個定嘅，咱人是會撳啲出去，撳個伊搖去嘅。特別你看嘅是安尼啦，係啊。伊若是講我無記錯嚟講，我伊上個時係你。黑人合併嘅即係黑人嘅餅，往一波是真流行嘅，即係炒米餅啊！若是講你新正嘅時特特有嘅，係你古早嘅人啦。哦，哈，對。但我係感覺，咱係較硬咗咋，咱係較硬較密。哦，我想到，咱係邊是唔是較密嘅嚇？伊是個黏啦 in some ways because 因為是個cookie 伊個即係裝嘅咧。你是你朋友嘅中國是唔是講緊你番？我看過啊，我唔知，我未記了。即係講計啦，邊個上比賽？講炒米餅啊，係咪？炒米叫做炒米餅。
炒米餅咯，講話是叫炒米餅咯，炒米餅咯，菊花園炒米餅啊，我冇講嘅糯米糍。糯米糍啊，菊花園炒米餅。對，即係就是炒米餅講好冷嘅。伊嗱時講我只就是講伊冷是要用叉嚟比咯，你而係嚟比啊，佢叉佢後啊。呢度係糖咯，糖加膠伊翻嚟做嘅。我買 rice cookie 嚇，哎呀 ，sorry， 誒你佢要張媽媽廚房哦，就係你媽媽講我加個炒米餅，因為我有一個童謠嘅嘛，就是講即炒米餅咯。哦，炒米餅即係時刻講好冷先食嘅時間食嘅咯。未必是人講是人哋好，特別有喺啲貴賓機，我唔知伊個嚟源大陸來嗬 ，because 你。enjoy 冇先講 start from 咩唔是講冇可能啊，你會 start from scratch 啫 ，start completely 你會 based on something 嘛，人家本是鄧人嚟嘛，所以伊物件本是有參嚟參去咯。特別如果你用嘅料冇上啦，就講係倫笨蛋，人哋都是冇倫笨蛋咯，人冇即係倫笨蛋是真樣嘢嚟嚇，因為有可能亞洲應該是冇本嚟一冇事件嘅嚇。因上啲嘅事係古靈，嗰時洋靈嘅咯。嚟 modify 佢可能。冇往做嘅時俾係白得做嘅，係你。特別我講，伊去個講好是有可嘅嚟嘅咋，人哋咱人嘅洋嘢食啦，是人食有嘅，是人食有嘅咋。因為波多嗰個人食嚟嘅嘛，人嚟啦佢後啲鎖，去到咱這邊咧嗬，人家去馬交嘅咋，所以馬交是交尾一站嚟咋。所以但對意思啲是正咱人食過咱這邊嘅啦，講 Holy shit this is good 啊，你就去個馬交咯，係啦馬交人就講啊馬交啦，哇好撚好食喎，再嚟啊，應該是撚都撚，梗係撚啊，咁撚好食，應該是你講，因為馬交是交尾一站嚟嘛，咦唔知有人捌寫過即個貴賓機嘅 history 哦。應該你估應該有人嘛是我人做掉咯，把你講掉咯。係咯，我講掉咯，我準備 present 我講掉啦，我講嘅時間咧。急死！等我看。我講加有 fashion 嘅色。即個了咱人食嘅物件，特登食嘅物件，係你告訴佢啦，真係 fascinating 嘅咯。按照咱人食炒粿條本是一個問題，我唔知做事人嚟食炒粿條嘅咋。你炒粿條都即係叫咩？叫椒嘅外面椒嘛，特別伊味素冇上嘅，我同你講，我見佢刷頭安尼字頭，伊味素冇上嘅咯咋。嗰時冇上了，對。一嚟炒粿講本事啊，我非常覺得奇怪，就按照咱人嚟食嘅物件，咱人有certain物件是冇上嘅樣嘅咯咋。咱嚟講好似係咪啊？都是。哦，好食真濟。Of course，咱關係。伊而家隻餅嘅是 fusion 咧，咯啫。fusion 咧，有哦啲好冇上面。嘅料，比如講看伊人煮嘅炒粿條啊，冇料誒。無聊嘅，食正嘅對，伊是食早起嘅，對，你我人早起勁濟款嘅炒粿條。特別因為唔是冇好食就，我老實講住句，我去沙頭安尼食得啦，因為唔是冇好食，因是好食本身就，特別你食佢邊頂嘅你甲講啦。冇想啊。OK，我讀到只 OK 就 one source 啦 OK，OK， 伊講 during 新正時。這是新加坡article 啦，講人個隻貴賓機啊，伊講伊 root 是 origin 貴賓機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eranakan and Malay communities of Old Malaya. So 貴賓機 is a traditional Malay cookie that is popular among the Southeast Asian community during Hari Raya, with the majority of it consumed in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The name 貴賓機 refers to how the cookies rise still. So 有可能是 Malay root 嚟。你係貴蘇雞啊？你唔嘢？蘇雞，我唔知貴蘇雞係咩。講本嘛嗬？你唔是有一個邊啊叫做蘇雞嘅啊？有一個貴蘇雞嘅，我知。嚇，蘇雞係有冇成日白白啊？對啦 ，maybe 是 from。對，一般是白白嘅，係啦，一點面有一個紅點本嘅。特別啲地時裝冇別嘅。I thought 蘇雞是係個蘇雞是 biscuit 蘇雞嚇，一粒嘅，圓圓嘅，一粒嘅。特別一地上咯。冇上，蘇雞是個油嘅，蘇雞是講白的cookie 嘅。semolina 嚟，伊是 semolina，伊是個蘇雞雞。嚇，蘇雞雞嘅款，蘇雞款啊。地是嘛掉？I think 伊是係咧 ，maybe 是 Eurasian 啊。有 Eurasian。啊，冇牌。Malay。Serrani。慘啦慘。 I think Indonesia 冇揾嘅嘅。If I'm not mistaken。Malay，都想個貴價餅。 maybe 是叫做貴賓機啦，Malay 貴賓機。Malay。Actually 賓機
邦吉是華納話嘛？華納話一捧起來嘛，捧起來，一捧起來嘛，一鋪嘅是一捧起來，嚇邦吉一起來。特別你講得對 ，because 一叉嘅話是上嘅嘛，伊是用無上款嘅，就是數字改是用數字咯，數字是什麼嚟呢？做法上咯，伊用無上料呢咯，嚇無上料呢。呢個因為是即係冇是叉嘛。SOP 是上嘅，SOP 是上嘅，伊用無上料嘅。我妹阿 John 啊，佢嘛啊，伊款是阿露露呢，還是要參白？伊特擺是用阿露露款了。伊冇參白行啦。伊上個是伊。我冇咩記，我特別每一嘛就係，我就講伊有係，我當成日嘅嚟割嘢，成日伊唔是想用緊啊阿露露嘅款嚟割，而且是嘅比切嚟往三步嘅，阿露露是嘅嚟交易到嘅是嘅用阿露露呢，maybe because 貴數咯。你講咪割啊咪？哦，割可以出嚟啊！就 knock 可以出嚟。我冇你看到，你 Google 裏邊我除掉，有一個叫做貴邦雞 duo 咗，伊是 original 嘅，個嘢咪，嘢咪水哦。係咪 original？我幫領啲你 check 下，特別我是即係 zoom 嘅 link 啊。Actually 呢，我 feel 到佢水咗。我開始會食嘅，嘢咪。馬路呢，不有人做笨蛋嘅甲個別嘅味素嘅，即係貴邦雞都使。啊，特別唔能太貴換咯，唔能太貴換啊。成個馬路貴咖啡有係嗰啲。Hello，哦，貴邦咖啡係馬虎，對，一道興哦，係 chocolate 啊，是咪 chocolate 啊？แล้วบินได้อุจปังทะเลมีบันเจิงกุ้ยฮามีแกบุญแห่หน่อยเกี่ยวอุจปังจะ90年代唔知คุยหน้าตาก็แล้วว่า係巴虎咧係โอ้เลยแล้วมี阿杜 pancake特別幾時好食啊？特別我食同埋蘇都頂嘟嘅，啦，蘇都頂嘟，蘇都頂嘟啲邊個？你講阿基就真係多啦喂啊！阿杜啦，我講阿杜，你講阿基啊，你未見你是毛毛菇啊啦，毛毛菇20年都未嘟佢咋？一直頭講阿杜阿基 pancake 出來，一直頭講。你阿基 pancake 嘟，未有講過。一對阿妹，一對唔對嘢，對啊，就是話，即係點樣都可能是 modern 嘅嚇，新款嘅都是講，你椰味，我不如椰味，我成日會 try 椰味，不過椰就好食啊。你係使 try 啦，特別David 呢個做嘛啫，交散紙啊，交散紙做隻椰味出嚟嘛。未必，我就冇去梅話，我係揾下朋友啊。because 出嚟食嗰時 lavender 嚟食嘅就 lavender。我係咁啊，嚟晒冇用乜coconut milk都用 lavender flavour 嘅嚇。貴邦吉山丹，貴邦吉山丹 maybe 是 originally from 揾下係 Malay cookie 啊。用 tapioca flour。前一時人講 tapioca，特別一本冊啊，意思講。Butterfly brand corn flour 加 arrowroot flour 露款。對。都有個人用 corn flour，有個人用 tapioca。露是 arrow， maybe 就攞嚟本 A 啦，是食落去 texture 唔相了啦。texture 唔相。texture 唔相。特別好，人若是無，你若是講人無去要求一種嘅 texture，講係就去咬到脆嘅嗬。把頭都冇嘢咯。嗱，冇人研究到，伊冇人嚟，伊冇去咯，就假的 taste 係貴人做嘅。冇你話當經常啊，大媽阿本阿子講嘅咧，有啲少年嘅人用隻一個講好食喎，即係 garing 嘅咧，定嘅咧，好似好食，變咗伊人嘅對人嚟講，係你是好食啊就。伊唔所變嘅啊，伊人嘅 definition 貴邦嘅是安尼。係食冇咩？這是啥物？這是啥物？這是阿龍甲我看啫。阿杜，哦，新加坡，但係新加坡方顏色喎。嗨，歡迎。我人寫掉一個貴邦吉嘅故事。貴邦吉嘅故事。哦，貴邦吉故事。我福建話是叫貴邦吉。
桂芒雞，因咪是叫桂芒雞，因唔是叫桂芒雞叫咩？新加坡咪是叫桂芒雞。桂芒，我是叫桂芒雞。maybe 有的 Mandarin 嚟，因為芒雞高啊。等我攞個，等陣。邊啊？即係桂芒雞是用大做款，嗰時用大別家嚟做嗬，是隻古嘅歷史嗰度，本唔是即幾年嚟。對。我真只細漢嗬，本只別條阿魯魯嘅，迄個 fly 冇了誒。真只古嘅歷史啊！咱馬來西亞這邊啊，dessert 嗰咱真係愛用蘇格用這個特標架潮煮粉嚟做物件嘅嗬，咱就蘇格食嘅。即係是唔是只？咱講看無，可以當咱看無。即係是唔是只 traditional 啊？這個成特擺做是，一直啊，這新年要用這新年咧，新年要，你是有嘅時有糊嘅，有一杯糊嘅我會記，有糊，係咧個雞頸嘅。雞就係雞，這是雞嚟嘅。伊唔是雞肝，是雞頸嚟嘅，喂，唔是 sorry，雞格嘅，唔是雞頸 ，sorry， 雞格嘅。嗱，糊是一杯咯，頭前是一杯。即係你有即係是雞，我咧有白頭，我係叫白頭嘅。等陣看咧，等陣我俾看女嘅，特別女嘅只細。等陣我看了我嘅時候，我學到看女嘅，即係是bacon啊。bacon，即係像老河冇 bear 係咪？我咧只係 butterfly，冇啊 online。佢是糊啊，是咩？嗱，即係只輕嘅，只曉啦，我叫佢只曉咧。嗰是只嚟曉。誒，即係只我唔知只什麼，一直只老狗啊嚇。fruit basket，呢些老狗呢，可能佢變成個老狗呢。呢是 ice 家長嘅時候，你都可以成個 3D 嘅話，個阿達子哦。呢成一隻 fruit basket，而家呢隻 basket 一定個字，我回看是 ice 家長嘅咋。係咪一邊啊？你成個是一隻硬公蕉。因為攞隻咧都看到，攞你我想咁是。另外喺你糊撕粒白椒嘅。撕粒白椒，我咧一定是湖南的啦。這是咩？這是活嚟嗬，這是活嚟嗬。這唔是，這冇咩 traditional fruit basket。我講佢邊邊是活，活做咩？這是活嘅。你是唔是椒少咗？有可能我。呢隻 fruit basket ，snowman 我咪看到你點啊這個。即係比賽博咁是即係九十字啊！你講九十字你被摸喎，你會使拍海嘅。反正拍海就是走行啦。誒，你話呢個唔對位啊？呢個唔對位，呢個唔就係 camera 就對位。冇一啲一 zoom 可以看是冇可以看中就 zoom 佢超過。對。即係是一個花冇掉嚟邊。一地址你嘅上佢哋 ice 淡薄，because 你白羊炸掉。地址你上 acorn 啊你。你白羊炸掉。依家我就是想到，依家上嗰啲 ice age 啊，咩隻隻貴司兩啲諗到一隻嘢。你去個中啦冇？你去個中啦嚇，中嚇，這是中。然後你響起，你冇係抗響起出頂嚇，我應該看到淡薄嚇。椒。你頭一陣辣子你係咩啊？頭一兩間。actually 我感覺以前椒啦，係椒。係你而家上 acorn 啊，但我諗講地址嚟。有。呢時入面是 modern 嚟啫你。嚇！你諗。冇啦，佢哋是古嘅。我即係第四呢間。第四呢間第六花嚟。就有唔百花開嘅呢。一波花，這是。哦，係咪真嘅？一波花。一般都冇錢。誒，可能是馬拉街咧。啊 ，maybe 啊。一嚿三字嘅看啥夾簽嘅咧？啊，對，一個舊。一個簽。啊。誒，安尼個一個呢？個八了。冇一個呢，我用一個。哦。誒，等陣我哋一兩每隻較好嘅問題，但係咱嚟看看。即因為較好嘅這問題就是，但係有 ，May I know how long time ago when no oven how they make？ 哦，點解佢哋會咪寫你款咯？都係講我諗一樣佢嗰度有怪嘛。用灰花。一人變樣嘅，嗰個豆沙餅是150幾年歷史咧，就古仔啦嘛是冇oven嘅。
我是在嗰陣時會團估出來成日做佢對，你識唔知個字係 OK，那解釋啫，解釋啫。意思是講，以前一個灰紅，灰紅，所以意思係咩？意思成個你大陸冇嘛係去灰紅嗰邊咯，灰紅係做係灰紅。裏邊咧စား pizza，你在 wood fire。哦，食 pizza 那款，所以係咯，依個你食隻刀咪很好。我想講，伊是頂面係灰團啥鬼不如，伊隻鐵啊係灰團。係你本是會使，係你本是會使，用係你 method 本是會使。啊，冇就是成個係你 pizza 係你 oven 嘅啦 ，pizza oven 係啦。是 pizza oven 咧。哦。對 pizza oven 咧做。但係裂嘅咧。哦，伊用你成個拖那款做嘢。對。乜？我發覺到啲 Kelly's Castle 位。係咩嘢 ？Kelly's Castle 到啲。一波邊Batu Gajah邊。你去阿妹邊個？伊個早係你 kitchen 大嘅 kitchen。你看到嗬，有一個啥 oven 嘅那款啊，然後就是迄種會拖嘅 oven， 對，一個多麼那款呢？我真正就小氣 Kelly's Castle 啦嘛。地方嘅厝，你看你物件咧，厝啊，你看你物件咧。是咩？佢哋 Kelly's Castle 是係啦 ，castle 嘛，按摩啊 ，Kelly's Castle 對對，我那三冷什麼？我冇看過，是樣嘢啥隻灰嘅那款。了，伊位佢咧下到啲灰團糊嘅下到啲位，成個人叫同見人叫做係咩啊嚇？成個人做啲 sourdough 嘅事啊，人下咧 cast iron 嘅咧，Dutch oven 啊 ，Dutch oven 掉，了伊下一個隻團啊，下一個位了，下要補面就去南邊，了伊頂面如果吸起來，頂面唔係灰團，係嗱，係你灰團是用係咧人叫係咧牙卡。啊，也撲也咧，也絲，所以胖啊。哦，哇！但係你 mention 我都笑掉，我去格蘭丹嘅時，我嗰時看到somebody伊做係你做龜鴨角，我未記鴨角對，伊用係你即係 fiber 嘅，係講得 fiber 龜鴨角，係你是叫龜鴨角格蘭丹，不是用嗰款做。係咪件嚟？你講嘅事？龜鴨角，伊是one of kind of these 格蘭丹嘅食嚟。伊毛我不是想到亂做鬼步嘅毛，特別伊是毛香嘅。Look， 龜鴨角，即係好。感覺係古嘅，係嗰嘅時間做吧，about 30 minutes 40 minutes 嚟翻啦，嘅步係你龜，所以借咗你邊等掉嘅啦 number 等掉。車食喎。係你真出名，我就係係你有一個格格味。哦，格蘭丹，即係一些 deflate 咧，可能嚇即係嚼配嚼。成個人做Yorkshire pudding feel 咯。伊碰咧，伊叫佢啊，嗱，所以伊成日嚼咧。貴啊，我唔食過。食好食。格蘭丹咧。我唔食。食胖。哇！我上未教人講一個講個古啊，人講貴邦雞，人講冇講貴邦雞，講對法你上正嘅，上正下嘅咯。阿婆，咱一頭，人講過。episode 2。我見咗識錯，我諗啊，單啊，有10幾行嘅龜，你知無？我唔係你講幾哪行嘅，幾哪嚟龜呢？對，我是想要比，我特別諗 ，OK，當咱講一個 traditional 嘅龜嘛，咱就講緊係古啊嘛，然後我咪講。不 OK， 等陣，你所我會講嘅時會講嘅就係現款嘅，所以咱哋使 directly 變啦貴邦雞嗬，但是咱用貴邦雞嚟講，咱會變個以 comparable of modern 嘅新嘅貴邦雞，就是講maybe texture 無相啊，是咧，咱就未 describe 啫，所以咱學你少年人食到啲家庭拍定叉，因個感覺好食啊嗬，嗰度啉水啊，一個係脆嘅薄咧，咔。然後，咱就會 describe，咱學人無像人講阿龍是個食嘛，阿龍學你識，你會使 describe，你會使講話安怎對你嚟講好食嘅貴邦雞是安怎？伊未使你興趣嘅，你有啲手嘅點先，你面見講伊散嘅，係了，我是屬個咁可以形容佢嘅，
嚇，係了冇迄種粉嘅感覺嘅。我是假設講鬼嘅你講嘅感覺，唔是講有啲人撳落去了，我就冇伊粉嘅啊，伊個粉過啊，粉嘅時係你。對。OK，because 是冇色係你冇色嘅粉啦，個拉沙成啊，成作機呢。對。OK，แล้ว林文阿姊咧，你按怎 describe 講好食係成怎上亞龍呢？講是係入喙咬。伊是鹽嘅時的未講會脆去啦，了放落喙嘅時哦，伊你會味到伊嘅香味，伊嘅山珍嘅香味。了下落喙嘅時，你只是用你嘅舌啊 ，to the roof of the mouth 啊，你等一個篤一個，了伊慢慢刷。我是話沙點轉，那是你有暖啦，你就。你就是暖，一動到你暖，一度搖起來。刷起。所以我特別這時候，我特別這時候，我特別咁那麼暖，一係就除咗一度搖起，到你知。然後你知搖是一顆沙當淡薄就轉呢。個香嘅山丹嘅味。我在一淡薄，一瞄到你除是一顆沙當淡薄。抓呢就一下子，嚇是，是我就我講一啲 feeling，就是即個 feeling 我就是上交我下你款我未都差過後啊，呢度是安尼款嘅 feeling 啊。我要行淡薄嚇你。that's why 你未使現做，你要嚟下季節計做啦你款。所以這是一個行淡薄。就把你啦，總聽到本流川話啦，我句啲流川啊，本話伊補嘅味啦，John 講嘅嚇，波咁啲，伊行是伊補嘅 roasted 嘅 flavor，伊嘅maybe 伊茶嘅，波咁啲你嘅 descriptor，我係 descriptor 就講咯，直頭下落去，我會記啊，甚至係是，我唔知知你是我媽做還是我媽係家己人做嘅。直頭下落去喙呢，一直頭搖去啊，一直頭搖，伊都免講嗰撳嘅啫，你只下落喙呢，冚到喙呢搖嘅，真好食，伊搖啊，你啥，第少伊係你味素噶啦，伊係你笨蛋嘅味啦，伊神丹嘅味啦，伊嘅係你補嘅味啊。真好食。It's slightly smoky 嘅 flavour 呢。對伊袂條件一直頭搖，伊只 melt in your mouth instantly。我食過別人嘅了，未食過。少只派脆。少會條件。會條件啦，你未嘗開啦，because 是熟嘅咧，你喙暖大啦，哇！嚇你介坑好食啦，我過萬幾山都是真呀滾。特別我聽講小寶嘅媽會曉做喎，小寶嘅媽。有可能就係做嘛。小弟嘅媽伊本是娘人嘅，我老爸講過獨立口是為毛毛菇冇嚟，毛毛菇小寶。會曉做是另外一問題啦，另外就是一團落去學別人做。我諗叫小寶，小寶都多人去學，你嘛是自己搞出嚟。小寶冇咩興趣咯嚇。伊冇興趣，好 classes 啊，我去啊，YO 啊。對，你去你落去啊？嗱，我幫下啷落起來。即個咁了，即個落即高山子啊，林文子啊，咁了我都真健康啦，因為我有攤比較攤比，真正貴哦，只黑啊，我去買，我覺得是假，唔是假，你想啊，actually 我買一個嗬，到啲越南嘅啊。越南有出一個 product， 伊是上甲幾萬幾呢咋？特別係茶頭呢，係水呢。對，即係水呢。等陣我互你看我一天啊，看你一天，你看我這，等我按落我 background 聲。你搞？伊罵我，伊叫我去困啊。哦，伊叫你亂了。嗱。No，叫我後尾叫我去困啊！我看到你佔車頭前，是啦，我搶物件，我真正咩事？你 work room 就是 work room 啊嘛 ，work room 冇咩事就冇 work 咯，嗬。阿 John 啊，你 BDR 借喂小英，你係幾有這個款？我做 BDR。
真嘅。我 clubhouse 嚟。我 club deck 我未有 BTR 喎。哦，未必都俾 BTR。我 BTR 特別我唔贊咗。等下，我去 clubhouse 講。係啊，即係背嘢咯，跟住我背嘢款。Butterfly cornstarch 啊。我未記啊！我看咗即係人講用 butterfly 嘅款啊。我想 butterfly 款成種啊。做 BTR 等陣。陣間白跨過即係漂白。你等我 research 下啦。我講你係你 butterfly，你按咗除你 butter。Is it brown and Brown. Cornflower. Paulson cornflower. Butterfly。伊 symbol 是一個 butterfly，但係伊只係漂面是 brown and Paulson。B&B 啊，人講 B&B butterfly。哦。我看到啦。我隻角仔，我個除咗隻角仔。你係叫我嚟電？係電咧。即係話啫。Oh my god！即係 vintage 咧。trademark。我係叫我嘛有即電。Brown and Paulson and BOLSON butterfly cornflower。即係 maybe 是 butterfly brand 嘅 cornstarch 啊。即係嚇，你叫，但我攞出嚟啲是即係，我看是最好。啊，對，即係。B&B 的崩加工嚇。Cả leo si that is the benchmark that you baby 就係 butterfly brand。哦，當佢新嘅 packaging 先咧喎。唔知，我唔知係咪 difference 啊？係隻 original pattern cornflower，係新嘅 concept 咧。哦，嗱，我就個 butterfly pattern cornflower，我是電嘅喎。佢哋即係 butterfly，即係 moth 係咪先？男人係有 moth 叫咩？唔知喎。叫咩？菇，等乜講句啊嘛？妹啊，咪是 butterfly 咩？妹係 butterfly 嚇。咧是叫咩啊 moth 叫咩啊？龍未記身啦呢？啊，蘑菇起嚟啊！做咩啊？shit， 我走去喎。其實我帶咗一 private jet 去 ，Oh my god！ 我到啲 clubhouse 行，佢到啲嚟 clubhouse 啊，我落 clubhouse 就收部睇到位試下戲嘛，同埋好。冇啊，有啊。蘑菇，我就走對嚟，我對嚟啊！蘑菇唔知叫咩好啊？伊 message 我就訂就走過去伊 private jet 去。I think 一架你好啊好，一架 WhatsApp 好啊。蘑菇冇是真正有暑假講冇只幾萬幾數，佢話人講你咁就幾難點整啊？幾萬幾？嗱，阿露露講啊，不阿露露吧，蘑菇講，伊講阿露露 flour is traditionally made from mung beans。mung beans 啊？個 mung beans 是綠豆啊？嚇攞綠豆啊！你是我諗做鬼嘅係咪我？等陣我特性問，等陣特性 ，OK？It is finely ground flour derived from soaked and dried mung beans and is commonly used in Southeast Asian desserts such as abaling, glutinous rice balls, and other sweet soup. This flour is often praised for its smooth texture and is naturally gluten-free. If you are referr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lulu flour, let me know. John Kueh Bangkit is historical kueh. Do you think the old-timer got this kind of flour or powder? Arrowhead is agu. Arrowroot is also called lotus roots. I hope my answer is correct. 講講咧，梗係 hope my answer is correct 嘛，個笑。冇咩啦，但係呢首聽到你講嘅嘛。本意沒有講。蒙邊喎，蒙邊我諗佢係嚟做粿啦，綠豆粉咪是講綠豆粉啊，再講燒炭啤啊，綠豆粉燒炭啤，白碌我真特別你講嘅是 炭啤 made from 蒙邊唔制
我唔知啊。 maybe 有參啦，is possible。嚇，有可能有參咧。特別應該，特別啷講咱嘅 theory，力豆款，咱嘅 theory 阿魯魯係，但係咱嘅 theory 就是講阿魯魯就是 arrowroot， 阿魯魯，你不要講阿魯魯啦，阿魯魯，這就變成阿魯魯去咯。阿魯魯去嚇。特別阿媽 John 啊，我 Google 去時啊，我看到咋，有一個名是叫個 Indonesia 啦，伊是 Arrowroot。or tepung Garut or tepung Larut. So it's possible 都能講嘅是對咯，伊個 arrowroot 伊人唔係講，伊人講阿魯魯。哦，阿魯魯，對啦 ，actually 咱講阿魯魯阿啦，你咪講那表魯咱嘅 arrow 就排講就係，啊啦咪叫阿魯咯，阿魯魯阿魯魯。阿魯魯咯，阿魯魯，變咗阿魯魯去，阿魯魯，阿龍，你做咩搞我帶到一個話題啊？貴邦嘅阿魯魯款，成個我係個人講土豆，你講殼豆，對，殼豆，你咪像你冇冇白嘅 cousin 啊？伊叫殼卡娘嘛？殼卡嘢，殼卡嘢，殼卡嘢。伊講係咪是殼卡嘢？托卡，伊講殼卡。所以想咯，隔你俾屌托豆講殼豆，就是上一節咧，上一節。你知時我調到，我調到別好講福建話講我無準啊。然後特特我教位人講，伊人講我腹肚痛嚇，腹肚枵。我講搏到腰，搏到個腰。哦，佢搏緊你架樓緊你響個搏個腰去。你廣府話咪成可少少啊，種屌屌嘅。嚇！爭屌識屌屌扮代表啊！屌屌，我要屌屌，嚇那少少屌屌嘅嘛。誒，冇 actually 講府話之類，就是成日係你。一叫做咩叫做懶音係是一啲懶音，懶音係是叫半段嘅，所以成日講成日講人講牛肉講牛肉啊，講牛嘅音嚇牛肉，我哋。maybe a sinus problem， 所以別講我個然後那邊那學嘅話冇有啦，特別哎呦阿魯魯真 interesting 啊，阿魯魯阿龍我特別叫你寫啫，很多寫阿魯魯啊，即係點整盤咯？貴邦吉嘅阿魯魯，我嗰隻物件嗬，咁咪頭實起落貴，我未記得 record。Maybe 我諗俾佢空門咧，係咪？你俾佢 go live 啊？你俾佢 record 啊？我未，唔知咩所謂咧，叫 set up 俾 record， 冇啦，唔要緊啦，我有 YouTube，那 YouTube 啊，講個點整鬼嘅貴邦吉都冇。我係顯期啦，都蝕期，我俾蝕期。定咩往調查食豆咧？唔是這裡呢，臭話先咪調回啦。調臭話是地上嘅咯，臭話。落嘅了啊，過嚟講冇。好彩喎！等陣我咪 check 看，但係時我看到一個人講多謝 check 一下，即係 Jackie 啊講 ，I think old style baking should taste better than modern baking. Like the wok heating over charcoal stove than induction cooker. Okay. Melt in the mouth 對。咁人講 melt in the mouth 咯，就係吹，攞有人介紹嚇。頂擺人做物件，我會記我幾個本啦。伊成日講愛比嗰啲 rice flour，伊家己無嘅喎。對咯。你自己經下嚟比了，你自己畫，去用下嚟嚟。就成個我人做地龜就是自己我人經下嚟做比，粒經出嚟啊，然後去grind 咯。做龜嚇。做經法咧，你係咪？做是特別條件。Because 下骨係時會做比咯，伊人做比，伊人愛彈類嘛，伊人參淡薄下嚟比落去咯，係哦，所以你咪一嚼啦。你俾粒款經出來咯，係嚟漸你款咧，就是比咯，然後係嚟你是講你比做比嘅時，有人時是參比，平常嘅食背比哦。對，所以人食青頭嘛。
OK OK，佢是明白包白粽嘅時，包粽嘅時，你別經入客古嘅流人啦。客古嘅流人時，你看別經啦，講你有比就講一波樣，一波再講一波 melt 嘅了嘛，咪都殺下你粽嘅時。啷等於看到這個 screen 嘅時候，就係講做咩事我叫我拍壞啦，但是你冇拍壞，你就是你看92出聲咧。OK， 4粒啊，一半去 OK。嗰隻大地，4粒啊，呢邊。แล้ว這別人出聲啫，這阿達出聲，阿達。阿邊嚟？哈，答本 A。OK，嚟92出聲啫。4粒啦，4粒啦，4粒啦。唔使嚟我未使嚟 Zoom 啊 ，OK， 我苦到搞食嚟。未啦，你做咩學人看咪見書？你係海嘅嘛？做咩係海啊？伊未曉講係海啊，伊唔要用。front camera 係你 angle 嘅事啊。冇啦，近得人冇，唔是講近得以前人嘅 iPad 成呢咩？佢世界啦 ，iPad 咪成呢。大家 iPad 嘅 camera 到底邊啊？係到底依嘢咧？我 iPad 嘅 camera 是 special 做。你是點冇3萬啦。哦，係叫你係海啊！伊 camera 是佢邊啊？是叫嘅。嚇。特別你唔要見嘅嘛？未係海到對啊？啊，未係 center 橋嘅嘛？唔是。我都睇睇，這裡我 pointing center 了，這裡是 camera，我 point 掉，所以有淡薄 angle 嘅。你看起來冇病啦，特別人。你 YouTube 是看是病，哈，你 try 下，我係隻機會，嚟，但係我係 try 有 before 殺先，我係 try 半點正氣喺度講 ，try 加隻刀啦 ，OK， 所以你 try 到做，我同你講中是得咯啦嚇，你自己瞧啦嚇，我同你講中，你看 cam， 你唔是看 camera， 你看 screen 你知哦，嚟，你當看你幾中啊未？到對你 screen 嚟看，你看到你自己邊啊？不是，你多邊較濟掉。啊，然後你瞧你 iPad rotate 你 iPad 去多邊哦。特別我嘅 screen already 是 auto rotate 了。唔是，你 rotate 意思是講你夾掉。你到你 iPad 成個看條，即係我係即係啊！你 rotate 你安尼，伊是冇 lock 伊嘅 camera。唔是，你 auto rotate 會 lock 嘅事。auto 啊，要 lock 啊。我是叫你 physically 啊 ，physically 叫你 iPad。阿John 做安尼對啊。physically 叫你，但我個冇 iPad 喎，但我有係諗住 CD นั่นเนี่ย，即係好，你嘅。你即係 iPad 咧哦，แล้ว你話時你咪安尼調咯，安尼 rotate 你 iPad 咧。我92你係。你咪夾起來，你咪夾，你係掉。你hello。我 hello 就是安尼，應該。我大媽是掉誒 ，but you just left right 嘅嘛。條嘢就叫老。即係我瞧，嗱我瞧。啊，你 OK 安尼。OK， 我瞧佢，你瞧嚇，我瞧個。OK。個嚇。瞧你多出邊。較濟個。個安尼看。啊，冇咯，教練佢就 topic 啊。OK stop。加93隻安怎調 iPad？啊，條 iPad 你都鬧嘅。今年我對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做啲 video，自己講90年都用嘅 iPad，OK？ 冇啦。阿冇你 iPad 係了，你係了就點你人叮當好啊？人叮當。特別，伊人叮當，伊會特別好，一直講啊，伊個直接調到對啊，就係辛苦啊。係什麼叫調 iPad 就係啦。嚟，你行落去，你行掉，我教你一步，啊冇教我別過時間，跟你講，嚟解，係咪？買你關，係咪行落嚟，你行落嚟，我來盤，行落嚟，OK， 對，
好時直，OK， 好時。係咯，嚟看到伊拎啊！你行落嚟啊！就你超過春條。啊，女人條人。啊！就你超過春條，行落嚟未？啊！就你超過劍條啊！啥？我嗱，如果我行落嚟就是隻嘅啊！我行緊隻。冇情況。我。你但你踢啲是 because 伊啲是 camera 走起來較懸了，我明白。對啊。特別你咪看到你面目好，敢若看到你心肝頭就會啊，咪看到你骨腳就會啊。你係嚇 ，OK， 安尼看 ，OK， 安尼看誒 ，OK， 所以你用安尼看，你入來 rotate， 像淡薄仔就是那麼熱呢，安尼。OK， 你入來 rotate。呀，就掉較這個掉 rotate 你 iPad。哈，你未看到他，你掉啊，你咪是掉咯。OK， 安尼看，特別我安尼看我 iPad， 我都是係歪邊去啊。就是你 iPad 歪不要緊呢，一直點樣調伊 iPad。對，你成個確定，你所用嘅你成個去 iPad 迄邊嘅。當然你要做較管下，你寫起來。OK， 不要緊，maybe 我寫個後尾。你後尾睇較貴淡薄嘅物件好，你。不是係物件，你講淡薄係即係一罐嘅貴唔是啊？可以係罐。係一太斜啊！家姐用斜啦。等陣我俾白雲吞咗，等陣。OK， 我係先啦，先。嗱個 topic 是叫做阿魯魯加93字嘅 iPad， 潮 iPad。是啊。OK。需要。啊！咪看無咪中個本啊！你看到你看會到一邊較無，你會多邊較濟位哦。水食好啊 ，OK， 問安尼。你看到你多邊較濟位哦。我真係濟啊，賺到啊，你問安尼。無我要改，伊 almost there 嘛，那麼就是會可以 B plus，然後 A 去啦。A 嘅，佢超過佢多邊啦冇。John standard， 笑死我。你轉類 iPad 呢？ OK， bằng rồi ha. Tao nghĩ có sao overshot nằm bộ. 你再介紹啊？人哋看你喺 camera 嘅時候，個 camera 多一邊嘛，我等。所以對，時講對一頭刮掉淡薄嘅，時講嚇，佢個提起後尾就係咯嚇，所以當劍響，但是講我俾教你講話時候，我俾hand 呢，我俾 hand 呢，時你咪俾條刮咯，當叫你變。好笑。哎呦，等陣，Zoom 嘅 troubleshooting。Zoom 咩數？問攞 Zoom 啦 ，OK， 佢世界啦嘛，用 Zoom，但考試攞 iPad camera 個。OK 啦 ，OK， 感謝。你assignment 教啥字？你是去做一個，你規幫啲做個成功。你有時間我講。你做冇成功咩？我 try 用芒邊花力豆粉做。喲，別啦！特別你 try 用過咧阿魯魯喎，你用 arrowroot 做過嘛？係特別你講 tradition， 你特別用 arrowroot 嘅嘛 ？arrowroot 啦，我用 arrowroot 㗎。你對，你以為你可以搖到脆啦？你對下你牛娘，你唔嚟炒。哦，以為你搖到脆啊？但係以後做啦，每日一兩每個半時，伊就要做啊。有嘛？頭晚我唔是咁講，我就知道我夾阿未。係落吹嘅時候，你夾起來就刷起啊！特別係你特別咯，未使，係你冇。係你我要俾炒淡。一條未使刷，你見到手嘅時，一路係落吹嘅時有。好，去做啊，有啦，我人食看再好唔好？嚇，對，或者做好一行 test 嗰陣。未使吹。我做一個後攞先將嚟補吹我。嚇，佢補吹。哎呦，你看，我買作邊領搭車，我買作邊領搭車。93字我每路都不做下啲 recipe 對下你樣樣 flavour 嘅炒。我冇啦，我冇對。你唔 try 下啲 recipe 啊，下啲 ratio。唔 try 啦嚇。啲樣嘅是下啲 B&B 嘅cornflour，特別我這邊是買無 maybe 啊，logo 啊是以前 local 嘅 Malaysia 做是 flow import。我唔知，以前特邦加工特別。伊個名，伊票嘅名，實是啊，你 British 票嘅名喎，所以我唔知當結果睇咩有多。Brown and Poison 啊。啊，下古嘅時有啦，我知，because 我麻用嘅。
我俾 search Lazada 看。嗱，你去看 Brown Bolson Butterfly Brand Cornflower，特蹦加工啊，特蹦加工。咱落個估啊嚇。點正？哎呦，點半正我記到。點正半。點半正我你看小英我 send 落你哋 IG 面㗎，你問下學嘅你。喺你是我做啦，成款你。得啦 IG。本嚟學嘅你南西都做啊，貴版機。唔是，我講講線呢，線隻龜本嘛。哦，線呢線隻龜都做。而且我冇講掉開線呢線隻龜。係咪嚟？嗱，我做你我 send 我 IG 看。啊，我唔要緊，咱講轉呢是咱個實講線隻龜個，轉呢是咱講線隻龜咯。呢是住暗管啊，我看咧。哦，是隻喵誒。係你咯，呢是阿達。哦，OK。阿達暗。安怎個咪？橫講 troubleshooting 嘅，橫講 troubleshooting 嘅。哎呦 ，OK， 咧，使小蛋啦，咱可能新正是啦，下禮拜新正嘛，一定啊。對。下禮拜新正咧是咱個 continue 講新貴嘅事，咱講貴嘛，咱講 traditional， 咱講就一項咧。把早咧講明年是咱講貴甲貝係什麼？會講嚟估，我哋實貴物機是第一。坎坷，你坎坷啊 ，level 就貴。Actually，貴甲貝本是有個數嘅。哦，所以你意思，咱嘅九三字就對人講咯，所以九三字，咱要做要接到養到吹，就是去吹九三字做啊。依家再講伊功夫係咩物啊？明白只是你功夫收掉，唔想講家己嘅迄個。我會，但是講你愛做，我會使教，我會使。你使特別咧學勁教。小姐人哦。但是講你對嚟時，你使來翕。哦，我變嚟會，我係識教。你睇你接啊無成功嘅時，我直頭講嘅喎。Hello， 我特別俾 R&D 升啦 ，R&D 好。哦 ，OK， 嗱，你個諗啦，只係諗嘅 R&D 嘅真嘅。唔使啊。你記得嚇？出去。OK， 佢哋夾未起手啊！啲罐裏邊都散個了，對咯，用頭姜食啊！對，我捌，貴價貝不用頭姜食貴。對嘅，夾個嚟美國嘅貴，就是可能夾個嚟是唔叫頭姜卡。係啦，係是 look in the middle of transport。對，特別有人講咧，貴價貝你要 transport 咧，你做係流航性。流航。你係流行，然後你白，然後夾個嚟一邊嘅時，然後你個 slightly dehydrate 一淡薄 low oven break 可以 crisp up 對呀，你咪 drop， 你可以打呢。對，所以那是特別我想話你這我能唔到我咁樣對咪嚟寫隻嚟呀？你叫我 transport 下面啊 ？And carry 咯啫。你俾晒 check 到垃圾出去啦。hand carry 邊除？佢咁 hand carry 邊除嘛？when 你係到係你飛機嘅頂邊啊。I mean unless you hand carry 就成日啦。你而家就成日你看劍掉超呀，超劍掉破掉，肯驚啦，破掉堆，破掉堆，你看佢棒擊嚟嘅。少。OK， 感謝大家啊！真係歡喜聽人講，咱無講人其實明年啦，甚至係啲 topic 時，咱家嚟講嚇抓年嘅時，看我邊抓嘅其實咯，抓係貴。OK， 感謝講個名先，你咪講就係啦，恭喜大家發財，然後啊，甚至係時咱個嚟確貴啊，嗰就你即係話腦未放鬆嘅，我諗我笑啫。啊，抄落嚟咧，估一部開 camera， 所以直頭冇一部出咗聲，冇唔見未必咧，就特別嘅介紹一部，可能個攞點先，感謝大家，明年先至時間嚟，再見 ，OK， 拜。頂住你塊冇塊，頂住你塊冇塊，邊度到最大啦？正第一定看第一聽啦，望聲南西咧，冇新第咧，入正嘅時話落雨時個被同電腦嘅時嚟，很屌落雨時 ，OK， bye，see finish。